这年已经过啊，也毋过高丽菜呢价销也是无较好。屏东万丹有农民呢，就是因为这高丽菜销路歹，所以规气伫这个228的年假开放，互民众家己来买，一粒20块，10粒算你150就好。一粒20啊，5粒100，10粒150。民众摕刀啊，看到水的高丽菜就家己刮，有的人早骨力骹地啊，拍算一摆买满40粒。大人囡仔拢忙甲规身躯干，这的高丽菜拢是细林的阿伯种的，因为介绍自过年前就有卖起来，买卖拢无够成本，伊规气开放民众228年假来买，一粒20块，10粒只要150。我才10颗。10颗哦。对啊。哦，是打算回去煮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对啊，分给亲朋好友啊。本钱一分地啊1万块啊，啊你即马红厝哦。15块啦，赚2分地嘛，他1万块了，工钱要算的哦。27果菜市场挂价，高丽菜是1公斤4块至8块，对过年到即马拢一直遮尔俗。恁阿伯讲，即马高丽菜才一丛就10块啊，搁爱野肥农药，请人来买一工2000，安怎算拢袂合。而且人口愈来愈少，高丽菜销量一年歹过一年，一分地高丽菜卖无2万块，伊暗算即摆满了就无爱搁种啊。啊，年轻人也不做农啊。拢像阮这辈咧种的，啊，阮嘛无爱种啊，这错了，阮以后也拢无爱种啊，因为种拢袂趁钱。去年的量济啦，所以价钱无介好，所以就较歹卖安尼。是毋是过年了嘛？过年了，这个时阵嘛是佮维持伫迄个价钱，啊，佮有吼过年的时阵有人有休困嘛，休困啊有6天的价钱啊，所以销量吼若无介好。店头嘛讲，高丽菜价销对旧年年底中部的大出了后，就一直起袂起来。有的人客一粒转去，就会当食几6天，只好叫偌济就卖偌济，唔敢叫伤济货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